不幸死亡的这位61岁黄阿嬷，是帮伊伫咧桃园咧做亏，第二个后生甲新妇照顾这对死亡的孙仔。后生新妇接到消息，马上为桃园赶回台南，看到的是3具冰冷的遗体是靠断肠。其他的人之所以会当顺利来逃生，爱真感谢隔壁一对兄弟仔，赶紧摕来阿鲁米推协助家属为二老来逃命。这是61岁阿嬷伊抱孙仔的相片，因为阿嬷第2后生甲新妇伫桃园工作，一对孙仔自细汉就是阿嬷斗带大汉的。这对孙的生做非常高水，马孙仔3个人感情真好。煞伫这次火警当中，为父逃生失去性命，后生甲新妇接到不幸的消息，对桃园紧赶倒来。新妇是痛哭失声，后生讲到妈妈嘛真不甘。妈坐车，妈坐车，妈坐车哦。没有，早上我妹妹打电话通知，我就马上赶下来。平常都是妈妈帮你带。对。阿嬷生2个后生甲1个查囝，3个儿女，佮各自生2个囡仔，形成3代同堂的大家庭，一家伙的感情拢真好。想袂到半暝大火，其他7个人拢对2楼逃生出来，这拢是隔壁一对兄弟仔甲因斗相共的，赶紧搭这阿鲁米梯协助家属脱困。这7个拢骑车，我哪去举推来个骑？担忧家属的生活，台南市议长代表市议会送来30万的慰问金，家属表示感谢。但是原本的一家伙啊，过年前煞兼阿嬷，还有一对孙仔，已经无法度再团圆啊，这是因心中永远的痛。